女儿过了翻长年，就生一个后生。有人算起来讲无9月，又讲大概未结婚前就有的囡仔，总是不足月的囡仔是常在有的。佮讲人因都结婚啊，管他因当时有囡仔的免年。这个大后生减我1岁，毋过我是新历9月生的，便若到翻长年8月进前出世的囡仔。读册拢甲我同届，后来读国校，伊甲我同班。下啊，搁再一个减2届，另外一个搁再浪3届的小弟甲小妹，这是女儿过身了后的代志，就先免讲。迄阵我接到册单，通知讲爱入学。若无，阮爸母会互人发。我有寡欢喜，嘛有寡烦恼。欢喜的是，过来免逐工爱小弟小妹；烦恼的是，逐工爱行1公里外的路去过年的学校。我想讲，阿纯应该嘛甲我同款。阿纯是阿周的大后生，因老母嫁来坐轿那咧坐船，因阿公就甲号这个名。我拄想要过厝后去找伊，煞先来找我。骹只片阁爱细汉小妹。阿纯讲因伊仔死去啊，伊互大人赶出来，讲伊囡仔人袂使看。伊阁问我讲，人啊死去，着爱死偌久？我听阮姨仔甲厝边的查某人咧回，讲女啊哪会遐凶，讲死就死。放爸放母，搁放翁放囝，大人也搁讲会得过。家己生的这3个囡仔，上细汉的查某囝才坐我尔，无老母是要安怎饲会大？女啊，迄时阵是26岁，还当少年，哪会想遐袂开，煞行这条地路？若毋是艰苦甲忍耐袂调，连通拖都要找生路，免讲是3个囡仔的老母。了后有真侪警察来问阿周甲因爸仔母啊真侪话，阿爸甲伊仔嘛有互因问着。总讲是女啊做查某囡仔时伤快活，嫁来了后做人的大新妇，家己3个囡仔爱烦恼无当紧，阁有翁婿、大家、大官、阿姑啊、小姐啊，拢着伊款3顿，连小姑都大人啊。家己的衫裤嘛拼互伊洗，阁有猪鸭精生爱款喷款食，拼定拼条，阁着去园里顾菜顺草。准讲拆这3身，有6支手棍嘛无够用。阿周阁定定骂伊、念伊，有时啊嘛捌拍伊，才会愈想愈用心，甲农药啊当作冰仔水，安尼规罐载。水手听到查某囝女啊自杀，真毋愿。再来，这个第2查某囝就真怪卡，嫁阿周了后，随忙艰苦，转来后头厝嘛拢毋捌喊过，是伊家己甲人自由恋爱竞选的，要怨叹有是怨叹家己的命底生成。上界互人担忧的是这3个可怜的外孙，无老母的日子是要安怎度？细汉这个查某的，还阁红红幼幼，女啊，若毋是切心，要人行会开骹。妈今年25岁啊，伫迄时的社会风气来讲，应该是老姑婆啊。毋是无人要甲做亲情，伊就是拢袂介意，一年一年一直延前，
到这当时，还伫过年的百货店做店员。伊甲阿爸讲要去替阿姊顾迄3个囡仔，水树啊翁仔某拢无赞成。3个囡仔是对阿姊生，毋是生咱的。未来会安怎？咱简单会当关心尔，嘛无法度注意。妈讲，就是安尼，我无去照顾因，免啊过心。代志毋知安怎舞，阿舅煞来甲丈人爸甲丈人母会实咧，讲无好咧啊，疼惜女啊，即时知家己毋对，倒也袂负啊。希望这3个囡仔受到较好的栽培，要来讨毋妈去大济做母。阿舅甲毋妈的婚礼无阁放帖啊，请人客。毋过即摆的青草我食有着，迄是阿纯专工底一碗青米饭，鸡甲红肉硬规碗尖尖。我问伊即个新意啊敢好？阿纯讲因要共款叫伊阿姨。自来阿姨甲因遮的囡仔就真熟。因阿爸有时去过年会互因缀。有一摆。伊有听到百货店另外2个店员咧回讲，即2个姨仔姐夫感情哪会遮好？3工2工就来找毋妈。阿姨嘛拢会带因去市仔内食点心、买佚佗物仔，自来就真惜因。伫因的感觉内底，阿姨甲阿姨差不多。阿爸改成对阿姨比对阿姨较有笑面，就是安尼。新阿姨甲旧阿姨。实在是同款的。妈过来一段时间，家己就搁生一个查某囝，嘛有人斟酌算过，搁是无够月生的。想讲人因都结婚做翁某啊，管他因当时有